熬早。现在又是前甲之声空中播报节目时间。今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已经解说甲正文第29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29页。对头算倒来，已经解说甲第10节。对头算倒来，已经解说甲第10节，就是解说甲将自性不接地，拄却希望思想心事啊。即嘛要来说来解说下面就是有法文无尽世缘学，始自见性，相行正法，是名真学。有无上佛道世缘成，己相令下心，行于真正，离迷离觉，相生不济，拄真拄妄，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性。相念修行是愿力法。即嘛应该来解说这段的道理。这段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开示发四方世缘，而且慧能大师教咱发四方世缘，甲一般所讲的四方世缘呢有所不同，所以禅宗呢名叫做讲做教外别传呐，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四方世缘，拢是欲自心去说明。这款的讲法啦，在咱的经典中呢，话根本都无看到，所以这正都是属于教外别传。在前面呢，已经解说了众生无边世缘道，以及甲烦恼无边世缘断。那这个众生无边世缘道，要安怎样来度呢？就是讲咱心中的众生就是咱众生的邪迷心、狂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等等，这就是咱心中的众生。所以呢，就必须把内心中的邪见、烦恼、愚痴等等来给去掉。那这呢，就是叫做众生无边世缘道。所以慧能大师所讲的度众生呢，是度咱心中的众生。只要你心中的众生来当好度啦，当然在外面看会到的有形式的众生呢，同款也是可以度。对于烦恼无尽世缘断，慧能大师就讲，要将自性的不接地来除却了希望心，除却了种种的分别想。所以慧能大师所讲的断烦恼，乃是以自己的不接地来除却了略实妄想。当然，咱一般所讲也是把内心的妄想来给去掉，给烦恼给去掉。但是要安怎样去掉呢？慧能大师在这个所在真正明白甲咱说明的，就是讲必须运用自性的不接地。即马说来要讲法门无尽世缘学，
本来咱所讲就是法文无量世缘学，法文就是个字佛法。这个佛法为什么叫做讲法文呢？这个文就是灵通的意思，就是讲会当好将咱凡夫地通到甲圣人地位的一个门户啦。我即过讲以佛法来去修，会当好转凡成圣，会当好了生死成佛道，所以就名叫做讲法文啦。这个法文呢是无穷无尽，必须爱甲伊学习，爱法源来甲伊学习。也啥物是法文无尽世缘学呢？慧能大师就来讲，讲始自见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讲起要来学法文啊，最根本的是啥物呢？必须自己会当互来见性，会当互来常常来行正法。这呢，这名叫做真学。那依照慧能大师的意思只要你若是会当好见性，佛所讲一切的法文，拢就是在咱众生的自性心中已经具足了。安尼呢，就无需要搁再向外面来去学习。所以你看，六祖慧能大师五祖甲伊讲甲应无所住，其生其心。伊讲安尼，我知影，师父你毋免搁再开示落去啊。因为伊迄当时阵已经开发了自心的宝藏，也就是讲佛所讲的一切的法文，就是伫咧显用真理，就是伫显用自心本来具足的无边的妙义。那伊既然会当开发伊的心胸，会当后来看到伊的自心的无边妙义，那一切法文拢具足，当然就无需要搁再用语言文字讲啦。世尊将我嘴讲的以后文字的记载，咱现做是伫咧解说，拢就是为着要来开显咱自心的真理。那么既然会当见性，那安尼呢就已经达成着目的了。所以最重要呢，原来也是爱自己来见性。自己来当见性，当然就会当好常常来修行正法。依着自己见性去修呢，这名叫做真修。这是正法的修行。这呢就名叫做真学。那即马讲到这个所在咱爱了解修学佛法呢，是在迄个根本。六祖慧能大师所讲，拢是迄个根本，咱会当好来抓着迄个根头，这是最重要。若是袂当好抓着根头，只是在迄个基末伫咧打转根本迄拢无路用。毋过咱现在时代，就是属于知识的时代，就是伫咧研究学术的时代，所以有真正侪学者呢，拢毋是将根本来去追求佛法，拢是在迄个基末来去追求佛法。那用这个基末来追求佛法呢，就是将这个思想的系统啦，或者是用过历史的科技等等也要来去追求佛法。这款的拢都是完全错误。会记得我也常常讲，在近代有一个真正牛的学者。但是伊是一个社会学者，所以就完全以伊这个社会学者研究学问的这款的方法、这款的观念，要来去了解禅宗，结果呢，伊就无法度了解，无法度体会，就无法度好把握着佛法的根本。六祖慧能大师真正明白甲咱说明，咱必须要见性，会当见性啦，一切佛法拢具足。就无需要搁再向外去学习，当然呢，也无需要去靠经典的文字。所以禅宗的不入文字教外别传的意志呢，也就是在这个所在。咱即马来讲到这个所在呢，
对于目前的一寡人的错误啊，我在这个所在也甲咱讲个说明。比如讲，咱伫咧念南无阿弥陀佛，也有人念南无阿弥陀佛。无论是阿弥陀佛啦好，阿弥陀佛啦好，这呢，拢就是一种译音，也就是将印度的梵音呢，甲伊翻译过来。当然，你若依照咱中国的文字，迄个是啊，为什么变成哦呢？因为当其时咱伫咧翻译经典迄时阵，有的是读南方的音，有的是读北方的音，什么汉音啦、吴音啦，各种不同。所以结果呢，读出来迄个音呢就不同。本来是念啊，咱变成念阿弥陀佛。但咱念这个阿弥陀佛已经变成一种习惯我有听人咧讲假如你若是无念阿弥陀佛袂往生，你要念阿弥陀佛呢，会对得个，哇，问题感觉是较严重。这呢，就是一种异端，就是一种的邪说。那样讲法呢？因为你根本本身，你也无去过印度，你也无去学过梵文。即句讲就是讲，你对于这个印度的语言文字你无了解，你哪会知影讲到底是念阿弥陀佛较正呢，或者是阿弥陀佛较正呢？那你到底以为讲阿弥陀佛才对，阿弥陀佛毋对，你这是根据啥物来呢？也若呢，咱过去有真正一人念南无阿弥陀佛，伊临终会当好真正善终，那这又是对对来呢？所以在要讲话时阵呢，拢无考虑这个问题就一种飘记入意，这呢非常的错误。再再过就是讲，对于这个咒语，咱也是共款将印度音来翻译咱中国的文字出来。那翻咱中国文字出来，你甲想看觅？假如讲若是国语音，甲咱台湾语音，当然都无共款哩。所以呢，读出来当然呢就毋是原来音，毋是原来迄个印度的语音。所以你在这个所在要证讲，是你迄只对，人别人念的毋对。那你所谓对，你是根据啥物你是毋是有去得到梵文的原本？你是毋是有去到印度来去学这个梵文？你会知影讲毋对呢？语言这个物件呢，学问真深啦。譬如讲读日本话，咱伫台湾读的迄个日本话，伫台湾学的迄个日本话，但实实在在因日本人的发音迄个日本话有共款无？一定会走进去。或者是讲咱伫台湾伫咧学英语，甲因美国人，也是讲英国人，因伫讲的英语有共无？绝对袂完全共款。是为啥物呢？因为咱是外国人，要来学因的语言，就等于讲迄个外国人来学咱的中国话。咱嘛常常捌听到迄个美国人伫咧讲咱中国话。那美国人伫咧讲咱中国话，互你讲较贤讲，其中一定有一半句发音一定是袂准的。那这是难免的情形。这是在这个语言上发音上难免的情形。因为一个所在迄个语言发音，咱喙的动作，咱的喙字的动作呢，不一定是共款。所以有当时阵用咱闽南语可以发音的国语呢，可能袂当发音；用个国语会当发音的呢，闽南语可能袂当发音。或者是讲这个英语会当发音的呢，咱中国话袂当不一定发音。即马你日本话发音的呢，咱中国话要甲发迄个音可能发袂出来。所以就是讲，必须在于当地的人，迄个语言才会非常的正确。所以咱站在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尤其是咱无学过即个根本的语言的人，咱伫即个所在伫咧讲你读这就安尼念对去啦，我念的才对啦，这实在是无稽之谈。只会使甲讲是种无稽之谈。咱现在是都看迄个所译出来咱的中国文，那么依照迄个文，依照迄个发音来甲读，咱现在是呢
只有这个办法。除非这以外呢，什么人嘛无法度去考考讲什么人是对，什么人是毋对。你若要考考，那除非讲你去印度，你去学梵文，你学文学到真熬啦，转来了，你再过来去纠正，安尼呢，那就是正确。就等于讲，你共直接看你这英文你读得毋对，那你是毋是有留学过美国啊？你是毋是甲美国人讲过？你为什么知影毋对呢？甲这共款的意思。比如讲，咱有了解日本文的人，就知影讲某人，伊伫咧读，伊音有正无正。那因为咱本身确实咱有了解，咱有去甲因接触到，甲因讲过，咱会了解啦，才会当好确实了解讲是对毋对。所以对这个咒语的发音，咱过去都拢依照着所印出来，用咱的汉文音来去解读。但是读国语的人，伊国语发音；读咱闽南语的人，伊闽南语发音。甲人讲，若是读客话人，伊客话发音，这呢无啥物毋对。安怎讲呢？因为咱是依照咱发音的迄个发音法来看迄个文字来去发音。但是咱必须了解讲，这个咒，这个物件是啥物？咒应当是一种的祝福心，就是讲咒内底所表现的呢，也是属于佛性，也是法性真理。像讲暗色丹多半坛拿，或者是暗摩尼半面红顶，那这正正呢，就是伫咧表现咱心的体上用三大意义。所以你伫遐咧祈考讲安尼发音才对，安尼发音毋对。你要祈考，迄不如你爱去了解，爱去体会咱心的体上用三大。甲人讲，你会当好证到咱本具的真如心，会当好将你的本体来去发挥迄个妙用。安尼比你伫遐伫咧正讲安怎发音才对啊，比迄个靠好啦。所以咱过去也有即个故事，那就是讲有一个阿婆伊本来念即个阿摩尼半米红是念毋对，但是呢念甲伊本来是念一句也一粒豆就将即边的一个迄个底所在放过另外一边的迄个讲所在，本来是将手安尼直直念。到尾呢，手免去叮当迄个条迄个豆家己直直跳，念一句跳一个，念一句跳一个。那这呢，就是已经念甲一心不乱，有得到感应。一句话讲就是讲，将伊这个内心发起伊的妙用已经发生迄个作用，就是心的迄个妙用已经发生作用，本心的功能发起作用出来。以后呢，有一个人捌伊甲讲，哎哟，阿婆，你这念对啦，你迄个毋对。系啦，即马个换伊纠正迄个音念落到底啦，迄个豆也袂跳，为啥袂跳呢？伊认为讲中正念毋对，即马念是对，但是念无熟啊。换一句较简单讲，就是讲你心已经分别去啦，心分别去呢，那么即个分别心就是一种希望心，就毋是你迄个真心的妙用。阿婆初初伫念，不管讲伊发音念对毋对，但是伊伫念甲已经心统一啦。已经打成一片啦！迄当时阵就是梦想脱落，在梦想脱落迄个时阵呢，伊真心开显，真心发生迄个妙用，所以念一句条这个豆跳一粒。到尾因为伊变成起这个分别心出来，因为人甲伊讲，所以起分别心。分别心一个起呢，就将迄个真心甲伊压掉去。结果迄个真心呢，就无法度好搁再发挥迄个功能出来。所以咱从这说就可以了解讲。对于这个咒语的发音，到底咱是只敢在正讲你对我对啦，或者是咱真正虔诚来去念才对。依照我拄则所讲这个故事呢，咱应该可以了解。那么在这时候，我再来重复一遍，就是讲，什么人讲你念唔对，你问伊讲我就是照咱的汉文音念，你讲我念唔对，你念唔对，你是以什么为根基啊？你是毋是有去过印度学过梵文，学过巴利文？你知影伊的语言文字，那么这个原来在这个梵文巴利文是安怎样写呢？你是毋是了解这呢？你若了解这，你确实有去学过，
可以甲你几分相信。为什么几分相信呢？就是讲你去学的学了，到底是学有起啊无？譬如讲咱去到美国去留学，不一定讲去美国留学就是英语就是讲上标准的啊。你去学的是你若讲去佚佗，你根本你都学无起，嘛不一定会标准啊。那何况讲你根本无去过印度，无去到迄个原始的国家，无去学迄个梵文，无学迄个巴利文，无学因的发音，你哪会知讲这就是念对去呢？这呢根本无法去相信。这是我讲到这个法文无尽世缘学，始自见性相形，正法是名真学这个所在提出这个问题来甲咱个说明。所以咱要来念咒，最重要就是讲咱有迄个虔诚的心，或者是要念佛嘛是共款，一心不乱。所以念阿弥陀佛，你做咧原然去念阿弥陀佛，唔通听人一句讲你袂使念阿弥陀佛，你对地角要念阿弥陀佛才会当往生西方。那你互你惊着但是你本来都唔是念阿弥陀佛的，念到怪怪，安尼你心就乱了。心乱呢，根本迄功夫就拢无去这点呢，咱必须爱有一个了解，当是咱本身凡是听一句话的时阵，咱是毋是真容易随便甲接受，或者是咱用过咱的理智，搁再甲分析看卖。那么咱伫咧学佛修行，六祖慧能大师一再甲咱提示必须呢爱运用八节智。所以碰到这个问题，这个时阵呢，就要运用咱的智慧来去甲分析，看到底是安怎样才对。那么由咱自己呢来去选择。下面讲由无上佛道世愿性，机相令下心行以真正，离迷离觉，相生不济，诸真诸宝，即见佛性，即眼下佛道性。即摆呢，我要来讲这个佛道无上世愿性。在其他的所在是讲佛道无上世愿性，六祖慧能大师则是无上佛道世愿性。无上佛道就是讲无有高尚的佛道，那就是讲至高无上的佛道呢，爱世愿成就。但是要如何来世愿成就呢？在前面有伫咧讲自性的无上佛道世愿性。即马遮慧能大师又搁再讲机相令下心，行以真正。讲既然呢会当好常常来下心，来行以真正。为什么搁做讲做下心呢？这个下心就是讲真正谦下的心，真正谦虚的心。为什么六祖慧能大师在这个所在忽然间提出这个上令下心这句话来呢？这就是预防咱一般的众生恐惊讲自性都有佛道我就是佛啦，哇！将来呢所变成生起一个狂傲傲慢心。所以呢，心要谦虚。这个心谦虚呢有两点的意思。第一点就是讲我有佛性，但是你嘛有佛性。一切众生同款拢有佛性，同款拢是平等，所以我呢并无比你较高，并无比你较伟大。因此呢，咱的心自然就当低心下去。第二，咱的低心下去的原因就是讲，虽然咱自性是佛道无毋对咱有佛性无毋对，但现只是咱还阁是一个业障深重烦恼多多的这个众生。咱现只是还阁是一个薄地凡夫，咱只有迄个佛性而已，毋是讲咱现只是就成佛啦。正有佛性，所以现只是我才要来学习。咱自己会当自觉讲，虽然我有佛性，但现只是还阁是一个苦恼的众生。那呢，自然咱就袂看人轻，咱就袂狂傲傲慢，自然呢对当下心。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在这个所在呢，忽然间提出这个机灵上灵下心这句，咱爱做参像我拄则所讲的解说，以及款的体会才会使。注意看先听讲，只有请咱各位暂等1分钟，我再搁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